台港建友会顾问团是一群热心公益的企业主，长期出钱出力支持警察局各项活动。今年中秋，大家有志一同，想要为社会公益尽寡济力量，特别发起中秋节爱心公益活动，聚集大家力量，做伙发送安南区家受理好中秋礼金以及礼盒仔，希望让弱势家庭感受到温馨的佳节气氛。谢谢蔡依议员的团队以及各位三分局的兄弟们，可以促行这次台江警察事友会捐助给大安南区低收入户的1、2期的350位的居民们，祝他们一个温暖的中秋佳节。感谢咱台港建友会邱宏泰董事长以及咱家所有爱心企业，甲咱派出所所有的站长吼，这个中秋节呢，这个团圆，这个亲人团圆欢乐的气氛里面，可以想到社会上有一些弱势需要帮助的独居老人，没有办法好好过节的这些人，然后来出钱出力，不止发放这个柚子礼盒，还发放红包，所以今天所有的乡亲真的非常的开心哈。那也特别感谢我们曼都发廊跟太和堂今天在这边做义检跟按摩，给我们所有乡亲最好的服务。不止民间支持，政府单位嘛是万分肯定。安南区长魏文贵以及警察局第3分局长陈英昌也拢共同出席支持活动。在这里，首先感谢我们邱董事长所带领的我们的台江警友会的团队，能够投入来帮忙安南区的弱势。那第二呢，我们今天除了发放物资跟现金以外，我们也整合了我们的义检跟按摩的服务哈，那这个我要感谢我们的蔡立青议员的团队来帮忙协助整合这些服务。那我想，安南区这里的人口逐年增加，而且快速成长，那相对的弱势的比例也是有一定的增加，所以呢，区长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台江警友会的团队，也感谢我们蔡立青议员的团队。能够来帮忙安南区来服务这些弱势，让这些弱势能够过个中秋佳节。除了发送红包甲油啊，曼都发廊甲太和堂嘛伫现场为民众免费服务，让所有来到现场弱势家庭拢特别欢喜。议员蔡立青表示，每到佳节拢是亲人团聚的欢乐日子，会当伫这个时刻关怀独居老人、弱势家庭以及经济困难家庭。让大家会当快乐度过佳节，也让社会更加侪温暖甲爱。台南新闻张秀仪采访报道。